我咧就係今日嘅司儀 Beyond Chan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嘅節目好緊湊嘅喎，因為我哋首先咧就要知道下究竟今日咧嚟自邊幾間學校，大家咧都認識下對方我哋嘅對手有啲咩嘅人馬先。咁其實除咗學識咗魔術之外咧，我哋今次呢個活動咧仲有一個好大嘅訊息喺裏面咧，其實就係要有禁毒嘅訊息喺裏面啦。同埋究竟你點樣將佢拍成一個短片？一去到搞一個活動嘅時候咧，係全民皆兵，即係大家一齊嚟參與，希望做好件事啦。就正式就係即係攞咗禁毒基金咧，就去舉辦呢個同一樣啲魔法俾人哋堅控呢個活動嘅。咁其實喺呢段時間嚟講咧，即係首先就真係多謝大家參與，因為嗰個成個安排咧，真係好似魔術咁啊！用咗即係5個禮拜時間去搞 kick off， 跟住用咗1個月都唔夠嘅時間咧，就揾學校揾啲老師咧，即係同啲同學咧參與。其實亦都真係再一次好多謝在座咁多位嘅同學啦同埋老師，俾啲掌聲你自己先。冇帶隻手嚟咧，冇得變魔術嘅喎，發現好似有啲人冇帶啲手嚟喎。冇帶手。有冇啊？你嘅左手係反應嚟㗎嚇。好啦，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呢個就。要有啲正面嘅信息帶出嚟俾觀看者㗎嘛。係咁嘅，先有評分準則嗰度有20%係唔加入嗰個。係咪以數量取勝嘅？一定唔係，係以質素取勝嘅。你係咪話10樣嘢有10個分數，1樣嘢得1個分數咧？唔係嘅。我哋總括嚟睇下你哋將個魔術擺入去劇本之後做出嚟嘅效果。係正信息啦，定係某主角或者某劇即係佢會錄出片，真係要帶到一個正信息啦。嗱，其實大家至於會帶出啲咩信息，你話我唔中意呢3個嘅，其他嘅分法可以，你完全冇問題。但係咪一定成個故事圍繞住呢個信息？唔係，你可能某一個情節已經可以帶出呢樣嘢嘅，你已經做到嘅，已經可以咯。製片人嘅時候咧，就係你會點睇咧咁樣？咁當然呢樣嘢唔係我講啦。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咧，就邀請到一個專係拍廣告啦，同埋咧拍企業形象嘅製作人，同埋咧係一位導演Terry Kwok， 咁咧就會為我哋講一下以下來嘅部分嘅。香港電台嗰度火速救兵嘅咧，其實唔一定係去到10分鐘嘅。紀錄片咧就1個人拍嘅啫，但係如果你拍一個劇集出嚟咧，一定要分工合作，同埋一定要團隊精神。嗱，同埋咧，無論每一個人做每一樣嘢都好，都要大家知道佢做緊乜嘢。譬如導演要知道，攝影師要知道導演佢想拍啲乜嘢。例如呢個場地拍嘅時候有幾多人，係咪製作助理都要知啊？唔係一定係導演知喎，一淨係導演話我想咁樣拍，你喺自己思維冇用。但我假設係方力申同埋鄧麗欣，大家已經可以將個畫面集中晒。我相信你哋個畫面而家一樣，但原來唔係想呢樣嘢嘅喎，我係假設個男女主角係咁嘅喎。做嗰個時間表係7月11號就要揾場地，7月12號就要揾演員，7月13號就預備功夫，7月14號拍。你大家要出一個咁樣嘅時間表做嘢，如果唔係咧，一定完成唔到㗎。未湯圓啊！呢啲邊個預備啊？全部都係製作助理去預備嘅。嗱，個製作助理睇現場嘅，佢唔識猜湯圓都要幫手猜湯圓嚇。嗱，向前面望，係啦，笑 ，yes。係啦，我叫影相嘅，快啲影相啦，係啦。係啦，跟住繼續做啊，繼續做啊。係啦。好啦，跟住魔術效果就會出現啦，準備繼續做啊。係啦，唔該幫我督住佢。好，美國專程嘅翻嚟。但係再嚟試多次啦，今次我真係慢動作少少，慢嚟睇清楚。剪嚟㗎，繩斷咗嘅繩唔係斷咗嘅繩㗎啦，只要將啲繩頭咧剪一剪就。
失手係成日嘅事。係啦。藍色嘅絲巾編住啦。呢個時候咧，其實你就要俾少少力要撳。合腳啦，其實你可以揾一啲又即係貼啦，係咪？即係可以又打一個袋啦。就係個袋係啦。咁如果大家要需要變郵票嘅時候，其實我得。可以表演得未啊？未，咁要點樣啊？翻屋企點苦練啊？你哋打算對住塊鏡，仲有咧？拍片自拍啊，係啦。其實咧就除咗自拍自己睇檢討之外咧，有時同學仔大家互相對練咧都係好好嘅。今次透過呢個活動咧，最主要希望你哋帶出咗禁毒嘅信息，學懂咗魔術。同埋咧，其實健康人生最重要嘅就係你哋要有自信。啲人啲魔法。呢手勢啊，係手勢啦。要人的健康。18區盡顯愛心，共創無毒社群。好，同一樣的魔法。不一樣的健康。18區盡顯愛心。